認識左右嘅概念咧，其實有兩層次要留意嘅。第一個就係直接嘅比較啦，兩件物件直接比較邊個喺左邊，邊個喺右邊。咁而第二個層次咧，就係三件物件以其中一個做比較嘅中心啦。咁而另外兩個物件邊個喺左邊，邊個喺右邊啦。咁而認識左右呢一個嘅空間嘅課題咧，咁最終就會係銜接上去小學嘅關於方位啊，四個方位嘅學習嗰陣時嘅。咁不過喺學習嘅策略嚟講咧，咁老師都適宜咧由直接嘅比較左右開始啦。咁當兩個嘅物件啦，例如海星同埋貝殼係比較左右嘅時候咧，咁要老師要幫助小朋友留意邊邊係左邊，邊邊右邊，咁就係一個互相比較嘅相對嘅概念啦。咁喺呢一個基礎度咧，咁老師亦都可以咧係開始擺第三個物件出嚟啦，就擺喺海星同埋貝殼之間。例如我哋擺個水桶喺呢兩個物件中間咧，咁就小朋友喺頭先嘅基礎度咧，就會更加留意到咧，就係海星就喺水桶嘅左邊啦。咁而貝殼亦都喺水桶嘅右邊，而實際上咧就相等於咧就係三個物件互相比較，而其中一個作為中心嘅呢一種左右嘅認識啦，咁樣樣。